你好，上集講直接分銷，今集我哋講間接分銷。所謂間接分銷，即係企業透過其他中間商，例如零售商、批發商、代理等，將產品送到顧客手上。間接分銷可以有唔同層級，例如一層途徑係生產商、零售商、消費者，兩層就係生產商、批發商、零售商、消費者，三層就多咗代理嘅中間。舉個例，飲品公司生產汽水會先賣俾批發商，批發商再分貨去便利店或者超市，消費者就可以喺全港買到。間接分銷有幾個好處：第一，企業可以利用中間商嘅專業同埋資源，例如便利店、超市有完善嘅物流系統同顧客群。第二，間接分銷可以接觸更多消費者，好似零食品牌放喺便利店賣，就可以覆蓋唔同地區。第三，企業可以專注佢自己嘅核心業務，例如農場專心種菜，銷售交俾超市負責。不過，間接分銷都有壞處。第一，分銷成本會比較高，因為要俾佣金俾中間商。第二，企業失去咗部分控制權，產品點樣擺、點樣賣，未必可以自己話事。第三，企業未能夠直接接觸顧客，唔容易即時收集顧客意見。佢究竟點樣決定用直接定間接分銷呢？可以睇5個主要因素。第一係成本，直接分銷可以節省中間商嘅佣金，但間接分銷可以唔使聘請銷售員工。第二，控制權，如果想完全掌控展示同埋推廣，就應該用直接分銷。第三係顧客關係，想直接聽到顧客意見，用直接分銷。第四係顧客基礎，如果目標顧客分佈好廣，或者習慣喺零售店買嘅，間接分銷會更有效。第五係企業嘅專業資源，如果喺銷售團隊或者物流能力，用中間商反而更實際。跟住我哋講下3種間接分銷嘅策略。第一種係密集性分銷，即係盡量用最多中間商，令產品到處都買到，好似汽水、牙膏、糖果嘅超市、便利店、士多都會見到。雖然控制權低咗，但接觸顧客最多。第二種係獨家性分銷，企業只係一個代理或者零售商喺指定地區獨家銷售，呢啲多數用喺高檔品牌，例如名貴汽車、設計師精品，咁樣可以維持品牌形象，亦方便監管渠道。第三種係選擇性分銷，即係每個地區只喺幾間有信譽嘅零售商，多於一個，但少過全部嘅途徑成員。例如高級化妝品、電子產品，通常只會喺大型商場或者專櫃有得買。佢做可以平衡成本同控制權。總結嚟講，企業應根據成本、控制、顧客群、資源去選擇最適合自己嘅分銷策略。選得啱就可以令產品更易被顧客發現，生意自然更穩定。